早晨啊，各位，起身飲呢個麗木嘅名物檸檬牛奶。酒店行出嚟就係宇都宮站，我哋今日喺樓下就搭巴士過去呢個大倉。酒店喺呢邊。呢個就係站外邊個巴士站啦。好多架車，好多巴士路線啊！我哋係搭6號站嘅45號線，6號站喺嗰度。呢個7號隔離呢個6號站。我哋搭車嚟到呢度大谷資料館啦，我哋而家入去。好，我哋到達呢個大谷資料館嘅入口啦，喺呢邊冇車得。你啲石咧好似假咁樣樣，好似發泡膠雕出嚟咁樣。個資料館之外咧，就有嘢食嘅，放心，唔會餓親。今日星期一都多人喎，嗱呢度就係到咗呢個賣飛嘅地方啦。入坑，哇！你睇下幾涼，你睇幾涼。入坑幾錢啊？入坑？哦，大人800 yen，小朋友400 yen。哦，另外仲有啲嘢賣下，有啲坑石。哇！呢個出口啊，涼浸浸啊！好，買咗飛啦！巨大地下空間，好，我哋入坑啊！哇！開咗極級冷氣咁樣。大家好，我係力高，繼續我哋嘅麗木初體驗。睇到呢度，我知你哋想問咩㗎？做乜無啦啦帶我睇個石坑呢？做咩要襯托咁激昂嘅背景音樂呢？點解地底會有咁大個坑？究竟呢度發生咩事呢？唔好急，你哋一路睇住畫面，我一路講故仔俾你聽啦。你可能會以為呢個位於大谷町嘅大谷資料館前身係咩古代王朝，又或者係咩秘密宗教組織建嘅神殿，其實係開採石塊留低嘅遺址。喺1000幾年前，當地人就發現呢度嘅石質地堅硬，兼且耐火，就會利用佢嚟建造石窟。既然呢啲石喺大谷町開採，所以就叫佢做大谷石啦。直到70年代之前，日本好多基建都需要用到呢啲石嚟做建材，好似當年東京最豪華嘅帝國酒店都係用呢啲石嚟起嘅。自從喺1919年之後，呢度就不停咁出產大谷石，成個地下空間越挖越大，總面積大約有2萬幾平方公尺，最深距離地面大約60米，誇張到成個棒球場都塞得落。最初開採大谷石嘅時候，每一嚿石都係用人手一下一下咁鑿出嚟。聽講當年嘅採石師傅起碼要鑿超過4000幾次，先至可以開採到一嚿合乎標準大細嘅石塊。咁即係有幾大嚿呢？當時嘅標準稱為50石，尺寸係30乘30乘90厘米。雖然聽落唔係好大，但係一嚿就重成70公斤，即係大約一個成年男人咁重。當年啲師傅鑿好嚿石，仲要一嚿一嚿咁搬翻上地面，真係少啲力氣都唔掂。如果大家嚟到，可以細心睇下石牆上面有一條條好整齊嘅橫紋，嗰啲就係當年師傅手鑿留低嘅痕跡，真係每一寸都係血汗。到咗1944年，即係第2次世界大戰差唔多尾聲嘅時候，美軍不斷空襲日本本土，打到火紅火綠，地底就變成最好嘅秘密軍事基地。所以當時負責生產戰鬥機嘅中島飛行機公司將組裝生產線搬咗嚟呢度，
幾千個工人日以繼夜咁喺度整飛機零件，見證嗰段沉重嘅戰爭歷史。就咁講中島飛行機，可能你唔知係邊間公司，但係我話俾你聽，佢就係掃把佬前身。我諗好多人都識呢個汽車品牌。隨着戰爭過去，喺1960年之後，呢度先至有大型採石機器，所以你會發現牆身上半截係好粗糙嘅人工痕跡，下半截就變成平滑好多嘅機械切割面。歷史就係咁一行一行咁刻咗喺牆上面，直至到70年代混凝土嘅興起，大型石塊建材嘅需求減少，所以到咗1979年之後，呢度就變身成為一個旅遊景點。如果你問我點解要嚟呢度參觀，我可以老實咁答你，對於我嚟講，呢度簡直係聖地，因為我係睇鹹蛋超人長大嘅。我亦都曾經試過用10字死光抵抗阿媽嗰支藤條。早喺1981年，超人80呢一套電視特攝片就已經喺度取景，將呢度化身成為超人嘅秘密基地。到咗2000年，超人迪迦電影版 The Final Odyssey 將呢度變成咗超古代嘅露露爺遺跡。如果你都知乜嘢係露露爺遺跡嘅話，記得喺留言同我 say 個 hi。大家睇下呢啲直不甩嘅石柱，當年黑暗巨人蘇醒嗰幕就喺呢度發生噶啦。除此之外，呢度嘅溫度長期都係得8度左右，濕度長時間維持 90%。由於大谷石含有大量廢石成分，造成防腐效應，所以喺1950年之前，日本政府就將呢度變成米倉，可以好好保持米嘅含水量同埋光澤。之前亦都試過有名貴葡萄酒搬到嚟呢度閉關，利用呢度嘅特殊環境進行熟成。所以話呢個地底大坑由採石場一路變身成為軍工廠、食物倉庫、電影場景，兼且成為旅遊景點。參觀完呢個坑，了解咗咁多日本近代史同埋冷知識之後，我哋要去下一個景點啦。到另一個景點大谷觀音，個入場費大人500。哦，呢邊有得求簽。哦，呢度有呢啲御守賣喎。好，嚟到呢個大谷觀音啦。個寺廟咧話咧出邊就可以影相，哇！好大個山，裏邊就唔可以影相。呢邊影落去啊，嗱，就係啲石嘅觀音啊，嗱喺度啊，嗱裏邊唔可以影啦，出邊影入去啦，唯有。呢度就係咁樣樣，見到啊？我而家舉晒手，裏邊就係觀音像。好，我哋睇埋個大觀音，同埋呢邊。呢啲應該又係嗰啲機器整出嚟，又係咁樣鑿出條路出嚟。採石場，大觀音就喺呢邊。我哋行前啲先啊！呢邊就係大觀音。幾層樓咁高啦，啲人幾細粒。哦，
哦，呢度有間我食拉麵嘅，哇！嗰個鹽味拉麵好似好正咁喎，我食呢個。哇！除咗麵之外，呢度入邊有咖喱飯食，有個限定嘅咖喱包。啊，嗰個室內就咁樣樣。我哋嘅鹽拉麵 Deluxe 加埋呢個餃子，啲筍多到。要啊，我要筍㗎。哇！呢你哋唔食先㗎？成抽筍啊！有腳嗰啲筍。冇咯，一抽。再過隔離呢間食呢個布甸啊！哇，堅啊呢個！我睇下先。我呢度買菜。哦，呢個係香土店。或者呢個，即係呢個。仲有呢個啦。啊！搣埋個圖你睇，呢個，哇，勁啊！成座塔咁啊！哦，呢度。我哋喺嗰邊行過嚟，呢邊巴士站呢個。我哋而家喺呢個大谷觀音前，就去呢個呢個東武站前。我哋嚟到呢個東武站前，行下街，買下嘢。2,000 years later. 去日本玩韓式風呂，真係正。南大門啊，南大門啊，講笑。三三阿米達，呢度就係價錢。如果1點過後咧，就加1870 yen。如果今日係星期日係嘛？冇啊，冇任何使費啦，食嘢另計啦。總之就係朝頭早10點鐘玩到第二日嘅1點鐘啦，就2200 yen 啦，啊，有排玩啦。跟住呢度又有嘢飲啦，跟住呢度嘢有賣啦。有嘢食啦，有需要嘢買啦，跟住仲有衫買啦。嗱，上咗嚟2樓有呢個食肆，我哋今日食呢個南大門燒肉。我食呢啲，正。首先嚟咗泡菜，同埋 whisky highball， 9節牛絲，好厚啊！正啊！都好。你嘅牛絲，好，你嗰個好似 sukiyaki 好晚飯，好你埋2碟。馬豬搞掂夠晒，好多嘢玩嘅，有落場，有彈跳網，跟住又有呢個吸煙室啦。同埋一個休息區，有圖書館啦，岩盤浴，咁啊再加多600 yen，咁我有岩盤浴，係啦，有呢個按摩，價錢喺呢度。
咁2樓咧就係岩盤浴，係啦，同埋呢個有呢個1樓有呢個大浴場，同埋有桑拿室。好，睇下幾錢咧？搞掂啦，開始精算。27,540蚊。我有埋 receipt 噃，搞掂。呢個酒推管嗰時用，呢個4個月擺邊？出口嗰度，一人都隻貨唔該。哦，呢條單啊，呢條單，南大門條單，睇啦。好，走啊！去完參觀凍冰冰嘅大谷資料館，20幾米高嘅大谷觀音，去市中心行街，最後喺南大門食燒肉，兼且浸翻個熱辣辣嘅溫泉。你對呢個行程嘅安排滿唔滿意呢？照舊，今集我去過所有嘅地點資訊，我已經幫大家執好晒，放喺資訊欄，大家隨便攞去使。再一次多謝大家收睇。最後，大家聽到呢個背景音樂，有冇聯想起我當年用14光嚟對應阿媽嗰啲藤條嘅情景呢？如果想知更多內幕，咁就記得留言分享讚好。我係力高，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